美国四大指数顶礼拜五收盘跳水，台股8一开盘上济落800多点，台积电落50块。民众关钱和华人救灾，刷起和诈骗集团骗钱，提起乡亲关钱就爱认定政府公布为主。南投头一届办双十宴会，煞放甲硬碰碰，根本就看无，在接送车界等真久，民众批评真垃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公视台语台中道新闻，我是台珍。因为中国索按稀土出口管制，引起美国总统 Trump 不满。Trump 虽宣布要甲中国加扣关税，加扣100%。这消息一日出来，美国四大指数是盘甲吐吐，也牵连台股今仔日开盘落539点，上济有落到831点。台积电今仔日开盘是1390块，落50块起。这电子、金融、团产拢总1450间公司的股票拢对咧落。不过有国安基金进场换盘，而且台积电的股价有救转去1400块，所以大盘的势面是有较转去，目前是落400多点。继续来关心这美中贸易战，美国总统 Trump 是宣布要甲中国加扣100%的税，不过月底 Trump 和习近平就要见面啦，所以 Trump 的态度是又搁落软。伊讲家己和习近平的关系密切，佮俄罗斯习近平是尊敬领导人。到底外界关心双方是毋是会伫亚太经合会场边见面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提出所小搁一摆发文讲，免烦恼中国，一切拢会好起来。伫一空军1号去以色列中途，川普是有放肆讲到美中贸易战，举起明显等号，伊强调关税互美国搁一摆好压，佮讲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真好。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e with China. Look,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s a very tough man. He's a very smart man. He's a great leader for their country. He's a great leader. And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him. 中国商务部透过用时发表回应，指控美方是不是相定标准，强调对稀土出口实限是因为军事用途管控甲国家安全考虑，佮保证符合规定的民用出口依然会核准。中国目前整合全球9成稀土精炼甲自材料的产能，任何出口限制拢能牵动全球供应链。美国媒体分析，这场稀土之战可能互顶半年大达成的贸易停火搁一摆破裂。China says it won't back down in the face of the latest tariff threat from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 Commerce Ministry statement said that while China doesn't want a tariff war, it isn't afraid of one. 美中平场佮成分也后月底伫南韩举行亚太经合会串涉是毋是见面佮受注目。川普强调11月初的关税依然咧计划当中，不过也讲11月初对来讲也阁真久，避开都是为保留谈判的空间。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未来一礼拜同款是高温稍热的天气。不过礼拜咧会有东北季风落南，时到早暗拢会变较凉，尤其北部、宜兰、花莲温度会降5、6度。在未来1周的话，一样属于高温炎热，预估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高温，东半部则是31到33度。礼拜6、礼拜天。东北风、东北季风会有逐渐南下的趋势哦，也预估在比较偏向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温度上，尤其是高温可能会降个5到6度，低温也大概有5到6度左右的一个降幅哦。预估可能至少到下礼在19、20、21号，可能都还是受它的影响。气象署表示，今仔日也是侪云到好天，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2度，西半部大约有35度。若其中即湘北、云林、台南甲屏东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提醒乡亲就要加啉水。不过咧，即礼拜19就要降温啊，即温度会落甲真明显。即山区较空旷的所在，温度上低可能干那20度。双十连假有真侪人来到台南观光，无法局统计，这游客人数拢创新高，高级甲各园区的门票收入超过200万。若刷落来，高雄有演唱会，台南嘛有音乐节，即马饭店的订房率已经有8成到9成。
双十连假，侪侪家长带囡仔来耍这大型芭比等的出流浪。这是山上辉恒水稻博物馆6周年馆庆活动。那安尼市区的水高社文化园区，有艺术表演、亲子体验，嘛请超过2万人来遮佚佗。台市文化局初步统计，连假3天，整个国际门票参各园区的收入超过200万。台府城入园的观光人数，平一年加加成长，创下这几档以来国庆连假共时间的新纪录。特地来台南的时候，觉得台南很多的住宿成本有再增加一点点，对。但是因为台南真的又好吃，东西好吃，然后景点好玩。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古迹园区里面，我们特别推了3人同行1人免费的优惠措施，同时入园也致赠火鹤花。那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访。那我们文化局也会持续以文化带动观光。不过，双十连假结束，这阵煞有网友伫网络讨论，台南旅馆的饭店真歹订，佮加上介绍哪像有较悬。根据了解，这场这礼拜17日起购连续办3天的农林节有关联。另外，高雄共这礼拜嘛有 BLACKPINK 演唱会，住宿房间有惊歹订，有业者坦白讲，高雄旅客拖来台南订房间，这阵订房率超过8、9成。那这个礼拜比较特别，这礼拜虽然没有连假，但是高雄有演唱会，那台南也有一些让人记等的音乐季，所以其实也是蛮多客人选择入住。本周的住房大概有到95% 以上了。人会想要有人好耍，啊嘛有演唱会人好听，所以讲人拢会选择讲以咱台南为主要的这个住宿的这个选择高雄办的大型演唱会，咱就是讲咱台南的旅宿业有哪有一寡外溢效益啦。那这饭店旅馆房价到底敢有起价咧？管理局回应，拢有定期咧巡查，嘛有消保法咧管控。这阵介绍只是回转来市场机制，并无特别起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南投县头一届办国庆宴会，不过这办宴会效果煞真歹，现场放无几分钟就拢是烟啊，未少民众拢讲真失望。有民众建议讲，这烟火唔免放遐久，有人认为是因为迄天无风，这烟火烟才无法度烧透。有其他北京的烟火业者就分析讲，这天气地形，佮有短时间内放遮济烟火，拢是现场阴碰碰的原因。也讲这烟火是较适合伫咧海边啊放。顶个月底，花莲马太安溪房山屋1楼，真侪民众是出钱佮出力，要甲花莲岛救灾，却有人去互诈骗集团利用去啊！刑事局就呼吁民众，若要捐钱帮助花莲，就要证明为福部甲花莲县政府公布为主，才袂去互人骗去。另外，也提醒民众刷落来，这普发现金1万块，可能也是后一个诈骗的出头。诈骗掠袂离，诈骗的手段愈来愈侪种，除了网络诈骗、投资诈骗，刑事局表示，即马阁有利用花莲救灾的名义，利用民众的爱心来做诈骗。目前接到11件报案，2件是骗爱心，8件是加来骗运费，阁有1件是网络诈骗。刑事局提醒，若要捐钱予花莲公福，也是爱以卫福部和花莲县政府的公布为主。爱心捐款一定要依卫福部公布的9月25号公布的一个专案，来进行捐款或者是来汇款。那不明的连结或者是简讯，也千万不要去点选。那有任何的疑问，请拨打165专线来做查证。根据刑事局统计，顶个月9月份，全国平均每天受理的案件和财损的金额，拢总比去年同期减少22%和44%。但是刑事局也是提醒民众，要注意网络买卖、投资诈骗、假交友这款的诈骗。去年的9月的话呢，每一天发生的件数大概是601件，那财损呢3亿9700万，等于3亿9700万。那这样的话，发生件数减少22%，这个财损的部分呢是减少44%。但是呢，诈骗的手法呢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希望大家呢针对这个部分能够提高警觉。刑事局搁一摆强调，政府未发底信，也未请民众去 ATM 做操作。民众爱会记个4个原则：卖点、卖输入、卖汇款、卖转团。另外，刑事局提醒，刷落来政府准备要普发1万块现金，提醒民众也要注意，才袂互人骗去。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
在地消息，彰新北空压寮台二线向有一只水牛走来到道里，造成塞车。尾后民众和警察做伙甲赶，加在这只水牛家己跳出去护栏，离开车路，无发生危险。警察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将这只水牛烧伤。国庆连假上尾港的下昼，新北市空压寮第二线突然间出现一只正勇的水牛，伫车路中散步，经过车看到赶紧打东亚让伊过。好了，走，过来，有。警察正伫咧想办法要安怎处理，要人家车停落来斗三工，便伊的脚想要控制方向，阁想要扭缩啊，牛敢若是惊到开始用走的。警察哪走哪奔边仔要解动，现场有淡薄混乱。就伫大家要解围猎的时阵，这只水牛走到路边，跳过边的护栏，走对草坡迄边过去。该牛只正于车道间徘徊，造成短暂塞车。现场同仁随即会同热心民众合力引导，将牛只安全赶至路旁草地，并协助恢复交通秩序。好佳在这场行刑平安结束，不过牛是对倒来是谁的也唔知。警方希望主人赶紧来将牛牵回去，也呼吁民众，若是赛车伫咧路下看到大型的动物，上好离伊较远咧，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才袂甲动物惊到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拜六透早，新北有民众骑乌托摆，雄感觉身躯痛痛，怀疑有人甲弹乌白甲弹 BB 枪。警方去调查，发现讲应该是路边的树仔树落树枝解决着。一路骑通过真济路口半路有疼感觉，身体雄被弹到，互骑机车人行一条，好亲像互 BB 弹攻击。对，弹到的那种感觉，那骑行的时候会在受影响。对，所以。我觉得危险的点是这个。这是伫11早起7点外，因为台车发生地点伫台北市三峡嘉亨路有未少社区大楼，互骑机车人咧想是不是有住户故意做的？在我们的社区，我们没有看过说有小朋友拿着 BB 枪在玩。目前没有接到住户的反应。目前都没有。警方接到消息，等现场经过初步调查，案情大反转，怀疑凶手就是伊。涂骹落落去的树仔子，为路树落落去弹着起司。痛一定会啦，因为你骑得很快，速度很快，还是难免一定会的。可是如果说你只是单纯像我们速度没有那么快的话，你骑的话被这个打到，不至于到那个生命危险的地步。樟树的种子啊，我觉得这个是还好。榕树那个籽会掉到地上，会滑。这个不会，它不会烂掉，所以榕树的会比较危险。小小一粒，经过学者初步推断，就是从树的树仔子每年9月开始就会落落去，不过路顶悬看到落袂少的树仔子，就惊影响行车安全。慢跑的跑步运动的人啊，或者是骑脚踏车的都可能会多少有点影响啦。可是摩托车以上这个轮胎大的，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啦。虽然是一粒树仔子冒出来乌龙带，不过学者提醒，规涂骹的树仔子，若是路人慢走骑脚踏车，拢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5，台东有一个负责人倒伫咧路中唔叮当，讲无人要甲做生日，心情歹，就敲119叫救护车来。亲像这款乌白敲119报案情形，台东县今年已经有9000多通啊，上重会当罚5万块。帮你挡车。连续假期，东海公路车侪车閘伫成功岭支电路段发现一个负责人倒伫车路，结果是负责人心情无好，敲119电话叫救护车，却影响交通。然后经前往评估，发现该名患者为经常叫救护车之常客。那该名患者表示，今天他生日，心情不好，因为没有人帮他庆生。台东县消防局统计，亲像安尼无效报案的电话，今年到即马已经有9410件，造成救难人员4个走踪，其中上特殊的，还有一个差不多2岁囡仔，即暗道连续卡80多通119电话，亲像咧找人连讲话共款，互当地人员接电话接袂煞，也影响正常救援勤务。喂，你好。听声音大概2岁了，有持续的拨那个119电话进线这样子。大概拨了80多通。
消防局表示，经消救援救护人员会把黄金救援时间拼命赶到现场，若是无效报限的电话，会消耗救援人员体力。呼吁民众唔通务必卡119电话，家长爱约束未成年人这种行为。未无过卡119电话，依照消防法应罚1万以上5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国民党要改选党主席，最近网络刷咧传一支假影片，是党主席候选人霍良斌和台北市议员刘彩薇咧相亲的画面。赵少康直接讲这是中国的变鬼，霍良斌本人敢若讲这是境外势力介入，若张亚中是直接点名讲中国改选，就是要支持邓丽文。国民党主席选举激烈化，出现网络特工用 AI 制作影片，甚至出现候选人霍良斌加台北市议员刘彩薇蓝蝶金的画面在网络散播。刘彩薇昨日正式报案。侮辱性，而且是用这样子来介选的一个行为 ，AI 变造的一个方式。其实过去我已经不是第一位受害者，绝对不会容许背后的引武者、背后的那一只黑手。见到发起人赵少康直接指明是中国改选，强调已经是国安的问题，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彻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重视国安，呼吁党内团结。霍良斌讲是境外势力网络特工介入选举。另外，就候选人张亚中是点名邓丽文13出席政见发表会，呼吁卖党内互相攻击。不要让外界看笑话，什么叫做忍辱负重？从选举到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沙包一样，但是欢喜者甘愿收啦。看到非常多的假账号、假 IP， 都是在3个礼拜前成立，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是事实。民进党是表示，中国长期介入台湾选举的行为早就真济，不是新闻，也呼吁朝野应该共同来防堵中国各种渗透威胁。咱要代志大条了，那就请国民党立院党团跟着民进党一起来推动反渗透、反介选的相关国安法案，不要再挡。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讲，当政党内部选举拢会使被大规模干预，未来国家三级选举面临的挑战会更加严重。那政治人物，一般民众也可能成为受害者，爱紧来建立防范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想空想胖变鬼鬼怪，佮甲咱的国军牵去做间谍。来看一个跋筊去防开除的前海军，去互中国吸收了后，怎牵骨落力、吹因共推的，也就是现任的海军提供凶器飞弹机密予中国。即马这2个人拢去互地检署起诉。今年7月汉光演习，总统赖清德去海军海防大队战术基地巡视，现场部署兄弟泛滥飞弹，家己摆出来向3定型型飞弹，呈现咱峰会战略。不过最近却传出海防大队有士兵互中共吸收。海防大队现任上兵自控制1年伫辖区内底跋筊遭到态度了后，第一交由软体熟悉化名锁定的中共情报人员，佮做中间人介绍过去军中生出来同事熟悉对方，提供军中资料，强调级别顶级女官报酬女官。伊到第自控制3年，陆续用手机翕兄弟飞弹发射车的放列阵地粗现交换飞弹车操作手册甲列配锁定资料，趁3.8万检调接到证书了后，台中地检署依照违背这部收受贿赂罪将起诉，现任10个人是砍下国安法做了羁押起诉。此案是本部接获官兵主动检举，与国安单位共同调查，并报请检方指挥侦办，合力侦破的共谍不法组织。针对外流的资讯，皆以妥采损害管控，降低影响程度。经过国防部政检局审核认定，这撮10个人涉盗窃是军中一般件，属于国军内部公务资讯，无对外公开。不过学者认为，若泛滥飞弹机动部锁定苏家原则，互强军结合，依然会对国防安全造成不小影响。等于让敌人、让中共了解你未来的海锋大队的雄2飞弹，如果要机动部署你有相关的什么样的程序你甚至你的路线，或者是你部署地点的选择等等，它可以用这个飞弹、远程火箭或者是透过第5纵队的方式，就预先埋伏跟破坏。学者指出，得算非机密资料，国军议员爱严肃面对，思考是不是调整路线选择等内容更较悬的级别，或者是针对相关资料泄露，制定更较严格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国造畅水南海鲲号伫咧9月无完成海上测试，那11月敢有法度交会咧？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坦白讲，这是真大挑战。另外，总统伫咧国庆发表演说，讲要打造台湾之盾，外界都质疑这违反无对称作战的概念。国造舰南海鲲号原底9月要完成海顶的测试，确定跳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13做舰南国造专案进度的报告。采秘密会议的形式，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海鲲号还咧做海顶测试进程、装备条件甲测试。11月要完成海顶测试交船，是真大挑战。我对于整个潜舰最后能够建造完成还是有信心。要在11月完成，确实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时程虽然稍有落后，但是全舰是往完成的方向在迈进当中。面对中国军事威胁，除了加强海顶的战略，总统赖清德相信演说，讲要打造台湾之盾，建构台湾分载防御、严密的南炸防空系统，嘛让外界质疑可能违背无边防作战的概念。他的拦截的几率自然会成功，然后他也能够做一个更具有有效资源分配的一个火力协调。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称作战的概念。用反飞弹对抗飞弹，或是用潜舰对抗潜舰，它本身就是一种对称的作战方式。那基本上就是谁钱花的多，谁时间花的多，谁就胜出。偏偏台湾目前没有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专家认为讲，中国军方武力拍台湾的手段，毋但是飞弹尔，还佫有军舰、舰舰等等几啊种的威胁。台湾之盾毋是袂使哩，毋过可能爱开真侪钱，需要真侪卡手。顾立雄讲，年底会提出特别预算，会买多层刺激设备，无论是雷达系统、飞弹系统、无人载具等等，目标就是要向准外陆舰的方向来建设。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讲好要停战，加沙和平峰会就要伫埃及举办啦。包括美国总统 Trump 在内，有20多国领袖拢会到场。到目前第一阶段的停火，以色列军队已经撤出去啊。哈马斯也着照片照行，甲人质拢放入去。埃及的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伊号，真侪国家的国旗升起来。这场由埃及主办的加沙和平峰会，要23当地时间下晡来举行。全球侪国的见证加沙和平协议的正式签署。当地和平广场20外参与国家的国旗也已经升起来。负责维安的直升机一直伫空中巡逻。除了主人埃及总统塞西甲川普、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甲法国这国家领袖拢会出席。متأكد إن بوصولكم سيبلغكم سيتوصلنا بفض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ودعم رئيس ترامب اللي احنا بنقدره ومتأكدين من قدراته على إحلال السلام 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إن هتصلوا إلى اتفاق يسعدنا ويعني يوقف حرب بقالها سنتين. 结束以下2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和平方案，以色列甲哈马斯拢同意啊。到以色列监督铁军甲换任职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军队，即阵已经确认以军完成第一阶段铁军，只就等哈马斯释放48名人质。这内底有20人已完换掉咧，28人已经死亡。根据美联社报道，上早可能会对当地礼拜暗时开始来进行。And as you know, on Monday the hostages come back. They're getting them now. I mean. 这是2023年以下战争爆发以来，双方头一摆出现的正式停火机会。不过，8月伫埃及的这场岛国和平峰会，哈马斯并未出席。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德兰已经向发信社证实这点。原因是进行的谈判，哈马斯拢是经由卡达甲埃及来进行，毋是甲以色列直接对话。也若这也为加沙的永久和平增加一寡变数。因为线内和平计划第2阶段是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不过哈马斯一向拢表示讲这是无可能，也无这个谈判的可能性。就伫埃及和平峰会举办的进程，主办地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伊号确实传出一层死亡的车祸，有3名卡达外交官死亡，2个人受伤。将议员无清楚这批外交官是毋是协助促成第一阶段和平协议的卡达谈判人员。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俄乌战争呢是拍超过3年7个月啊！最近罗西亚的攻击力头又搁变大。乌克兰为着要加强战力，就伫咧军队办一场无人机比赛，交流兼练兵，要对抗罗西亚。
乌克兰古堡头前正伫咧进行一场由挥手操作的无人机大赛。乌克兰军队前线无人机的操作员挥手，大家来遮比赛。第一关是障碍赛，叫做竞速，要考验挥手操控的技术。因为无人機速度正緊，还佫要飛入去正位所在，像這個土溝。Ці змагання це є майданчик, де топові пілоти топових бригад можуть обмінятися тим самим досвідом, тому що вони на ділянках стоять кожен на фронті, кожен на своїй ділянці, і не завжди є оця взаємодія. Тут реально пілоти реальних бригад можуть в одному місці, як так би мовити, за одним столом. 来参加的挥手講，輸贏無重要，主要是交換經驗。 Ворог, на жаль, є дуже сильним. Його більше ніж нас. Він масштабує швидше технології і розвиває їх також більш швидко, включно з тими, як засобами ураження, так протидія нашим засобам ураження. 無佇咧現場的羅斯亞軍隊則是共同的敵人。比賽場模擬戰區就係過五關斬六將，看些人挺較準。 Дуже важливі змагання для хлопців, які відточують свою майстерність, а саме головне отримують більшу взаємодію між бригадами, підрозділами, яка життєво необхідна на лінії фронту. 戰場的情勢變化正緊，比賽甲前線比差正多，主要是大家經驗交流。 які можуть навчати, давати знання курсантам і робити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наша Україна перемогла і знищила ще більше русаків. 安怎提高無人機的操控性，精準的摧毀羅斯亞據點，逼退敵人的進攻。烏克蘭前線的揮手用比賽練兵，提升戰力。公司新聞溫芳儀編譯。 来看法國政壇亂草草，總理上任無到一個月就宣布請辭。無疑誤，這總統馬克宏煞又閣請伊轉來做總理，這也引起百姓批評，講白事實的講算笑。 上任總理27日到陝西的勒克努，落台無甲4日，閣予總統馬克宏任命登去做總理。這是馬克宏自2012年連任了後，到即馬法國第5位總理。9月初，勒克努第一擺被任命了後，用真長時間組閣，煞佇個真無簡單組閣了後14點鐘辭去總理。不過即擺勒克努無遐尼濟時間，法國憲法規定，有產草案提出了後，愛予國會70日的時間審查辯論而且投票。若要拼佇12月31日進行完成立法，那安尼勒克魯上班佇10月13日都要提出有產草案。 Donc moi je me donne une mission qui est assez claire. Et après, soit les forces politiques m'aident et on s'accompagne pour le faire, soit elles ne le font pas. C'est comment on fait en sorte qu'au 31 décembre, il y a un budget pour la sécurité sociale, il y a un budget pour l'État et on a traité quelques urgences. 根據一間佇法國政界有影響力的民調公司做的上新民調，馬克宏支持率已經達到14%創新低，代表民眾對勒克努登去做總理，應解決什麼款的政治問題是高度的懷疑。 Ça m'inspire de l'incompréhension et de la lassitude. Donc, je ne sais pas ce qu'il va faire de plus en 48 heures qu'en 4 semaines précédentes. Voilà. 最近，馬克宏伫邀請左右翼民粹政黨以外在野黨黨魁去愛麗舍宮討論解決問題時陣，表示家己做完這個任期到2017年春天。另外，法國國民議會雖然無人過半，不過上大組閣定型可能是勒克努盟友的對象。另外，由於民粹政黨國民聯盟是將焦點放佇個解散國會，因為根據上新民調，馬林勒龐兩軍的國民聯盟支持率35%，已超過左翼聯盟。 甲馬克宏定贏，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輯。墨西哥中南部5個州頂禮拜上大雨，溪水岔漏水崩沙，上無有48人死亡，幾若10個人失蹤，29萬棟厝受損，32萬人無電通用。 厝外的道路正做岔漏的河川，部分挖近山部的地区，更加予土石流掩埋。这是墨西哥中南部的小城市，华府亲南哥居民被逼伫停電的狀況之下，拍拼程度出來厝外落寡梅，有人也會面對親人失蹤甚至死亡的不幸。El jueves en la noche. Como las 9, 9:30 por ahí es pasado lo que pasó.
立即军方、普利西拉甲热带风暴雷蒙，为10月初开始，连续侵袭墨西哥西部的太平洋沿海，加上当地2005年的雨量比起往年异常的悬，大风大雨带来的大水甲土石流灾害，一路一直到墨西哥中南部各地，4月拢会当看到这款路长桥帮车条伫足之中袂停袂动经常。面对残破家园，民众除了感伤，也充满无奈。Sí, y pues le afectó bastante, pues todo se perdió. Pues tenía comedores, tenía muebles, camas y todo. 墨西哥总统克拉蒂亚宣布下令出动军队协助灾民撤离到安全的地区，佮帮忙分散救灾物资。外电引用的官方统计显示，除了人员伤亡，甲失踪至少有16000栋厝毁损。同时，电力系统也受到影响，大约32万人面临停电的困境。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镜头转来看台湾花莲光复乡的灾区，无情有5个人失联。高雄甲屏东的搜救队第2届去到现场支援，昨伫咧福州街有找到失联翁仔某的车，希望会当量早找到人。消防人员到土溪卡详细看，发现内底大概是一台轿车。怪手将轿车边的土挖开，马太安溪水头放山湖溢流了后，造成花莲光复乡灾情惨重。屏东特殊大队找到第2摆支援灾区，找找失联者，12伫福州街挖到失联的姓林的翁某的车，车冲走800公尺，暗过无找到翁某2人。在武昌街、跟佛祖街以及马鞍溪跟花莲溪的汇流口的位置，那我们今天有7部的挖土机持续在现场做搜寻的一个任务。学生结束年假，等于上课，除了继续找找5个失联者，光复当地各级学校初次开始陆续恢复实体上课。13教部长电信要到灾区了解校园复原进度，看到雨伞图，因一半校园豆豆恢复，伊表示会甲地方合作，专业协助重建。有大概提了9000多万，将近1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校的许多的设备跟场域上的一些重新的一些整建。跟地方来合作，能够快速的来协助校。那地下室目前淤泥比较难处理，我们已经积极想办法去把它移出，基本上教学的部分不受影响。各校重建进度一直在进行，13恢复实体上课的光复上工，学生到学校就开始清理。部分学生因为这雨和土水冲走，请便后到学校。大量的衣服被淹没，有些衣服都沾到了泥巴，所以没办法穿，只能先穿便服来学校。全家园受灾严重，不过因等去学校也是学生真欢喜。面对断课，然后加升学压力，学校也甲老师达成共识，用多元并量的方式来算分，配合第8节甚至假日，休寒休热补课来确保学生学习袂断去。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乡做大水，拢总有19个人死亡，5个人失联。今仔日立法院地政委员会就相关部会专案报告，民众的立委这届灾难应该会当避免才对。按照国民党的立委是对救这疏开计划，哪会无彻底执行？ 5秒吗？部长你要听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5秒啊。消防署长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看你的脸色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听到立委报上的紧急疏散警报声，内政部长甲消防署长拢讲起，显示高警声音伤过济，民众也无法度分辨。对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溪放山河造成灾害19死5失联，民进党立委也质疑，是不是原本能避免？你这个天然灾害无法避免。 是，所以我说人定无法胜天。对，但造成这么大的这么多人的罹难或什么的是不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尽量要能够避免。未来的防汛演习可不可以把这个撤离，这个是当成标准最重要的演练之一嘛？是，你就回答是就好了。你刚刚问那么多，这是人命的事哎。强制撤离是由哪一个单位来执行？ 还是由地方政府，包括花莲县政府以及3个乡镇公所。胡说八道！由国军跟其他的人来协助。胡说八道！
国民党团总召卜君奇继续追究疏散计划落实问题，中央在海演变中心议员会期已经开设，老师防指出未来若要降级，要确定放送500体稳定继续监测，各将相关清理复原中间工作人员，但是未来特例风险，不过要等花莲县府清查保障后勤员会议才能执行。光复消防所作为执行8500多人的疏散撤离，他们有表达相当的忧心。你其他的13乡镇全部要支援，包含花莲市所有的资源都要投入，不是只靠这3个乡镇。对目前特例风险，花莲县府指出，公布办行向林顶向前表达两年报告，希望中央加协助，中央前线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回应，花莲县府应该先盘点其他乡镇资源来投入。记者综合报道。洪台丹那是7月扫台湾，中南部有真侪供电棒拢互扫歹去，都惊后山若搁有洪台来，这水质会受到影响。有立委就建议讲，未来若是地方反对，就无应该搁伫咧水库设供电棒。但若是洪台7月初定着假期，煞着7日8强风大雨扫过，算长中南部在后的脚步继续重建，其中供电棒的议题真受关注。国民党立委陈正辉接到民众陈情，指出洪山水库同款拢是大面积的供电棒。民进党立委陈正辉佮较以湖山头水库供电棒为例，要求未来地方政府若无同意，无应该核准任何水库顶边的供电接照。宣示说，如果在地方政府都不同意的前提之下，我们不可能核准任何一张的我们在水库上面的光电执照。对啊，地方政府不同意的话，我们就对不对？好，我们农业部长陈俊贵甲经济部长江明鑫拢答应。江明鑫也强调，第二路无解除进程，全面暂缓水库设置供电案的审查。对网络上传出清洁工人用药水清洗湖山头水库的供电棒，造成地方民众烦恼。农业部也定请好人，因为清洁剂成分含有盐，若有使用绝对会当检测出来。民众党立委张启凯是对问敢是有做塑化剂还是塑胶微粒相关检测？有做塑化剂跟塑胶微粒的这个测验吗？塑胶制品有可能最后会有一些微粒的产生哈，但是它没有办法有做相关的这些指标性的连结啦。这个我回去我再跟同仁讨论一下。但若是洪台一场天灾，考验中央甲地方的防灾甲重建能力。虽然经济部强调水库设置水面型供电未影响水质，最近也已经将但若是造成的33个按照中的损坏供电棒全部清理完成。也毋过立委有怨烦恼，后一个洪台过来恐惊佫会一摆引起同款的问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美股4大指数，顶礼拜5收盘跳水，双十连假一个月，这台股今仔日开盘无偌久，就落800多点啊，台积电嘛落50块。不过，咱有个案基金换盘，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嘛讲，这股价也是会回到基本面。美中贸易战造成台股顶礼拜54大指数动盘，台股伫咧国庆连假了出现补盘，开盘26762点，盘中上加八盘到26470点，盘超过800点。宽达股台积电开盘收不了1400块，这个拿1390块，盘中上加850块。台电法说会上面应该可以预期的是，也会释出一些相关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所以台积电的股价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跌幅收敛的一个发展，甚至呢有可能再重新回到5日线以上，那就会变成是一个相对的大盘支撑。那再加上可能在国安基金盘中有一些发言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个进场，其实大概都可以掌握得到。今天可能在台北股市盘中会有跌幅收敛。分析师认为，台股这么也是起做优回，再加上全世界对 AI 的需求也是真大，尤其包括鸿海加广达，虽然这么是盘，不过波幅的愈来愈小。有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中贸易战影响美国股市，不过台股有个案基金护盘，大盘也是挡会牢。对台湾是毋是也同款得到经济荷兰边？也就是这个呢 AI 好，其他产业拢无好。金管会主委潘金龙讲 ，AI 上机是全世界，唔那只是台湾。虽然台股自4月1万多点起到这摆2万多点，可是集中伫咧特定产业，不过台股表现真多元，未最近起盘。我们现在下跌的幅度呢，跟美国来讲，确实收敛不少。我想面对关税的议题，从4月开始到现在，整个产业应该也经历过很多的这样消息面也好，基本面的变化。我想，投资人面对这样的消息的这些的消化以及解读能力，
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这样的判读能力。片金龙讲，金管会未对未来股市做任何的预测，因故伊认为自今年台湾的产业营收甲获利来看，基本面表现是袂歹，因为基本面的支撑又搁比消息面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回答要伫台湾设总部上顶1百数科 T17 18只，本地是超白白。按那即阵新的发展是讲，台北市府宣布要甲新光金收提出下议终止契约。按那新光金收是发表声明，请北市府依照地上权的契约启动协商的机制。昨日早起，台北市政府财局局处召开记者会，对回答进驻北市区起条例。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出回答上甲伊的合作方案。回答唯一要 T17、18的方案，就是市政府能够合议解。那完了以后，按照这个内政部准许我们修改办法，那这个地回到台北市政府以后，我们就直接转移给这个设定给回答。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依照台北市府当初甲新秀的契约，必须起好建物才会使移转。不过新秀希望土地直接移转，虽然新秀已经得标3年外，但阁拢无起任何建物。若直接甲土地移转，可能会互公务员有道理的嫌疑，所以台北市府公务员一定爱依法行政。若若新光人寿董事长为保险所烦恼的赔偿问题，台北市府讲拢会使理解。按照不会被质疑背信的条件。送到我们市政府来，那这样我们才有具体的这个方案，才能坐下来谈。如果这个方案是这个合理的，我想市政府一定会编列预算送议会审查。我们乐观其成，我们希望有关系的各方面都不要在媒体上隔空放话。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不管是民间，不管是台北市政府，我们都能够坐下来，怎么样大家来齐心协力的把辉达留下来，因为这个对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解约金额，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新收初估是107亿，不过双方有愿使协商。也若备案T12基地，北市府搁再讲整合无问题，也已经甲方案甲其他土地选项提供予辉达来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诈骗800款，统计9月份假投资诈骗的金额是占上悬的，而且诈骗集团大部分拢会用加密货币来洗钱。来看警察都和交易所合作，捉到20个受害者，损失要到700万的案件。我已经合理怀疑你可能有在提领车手的钱。但是现在你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不行。面对警方的临检，这个查甫人一直辩解，有妨掠香港人涉嫌假来台湾观光，其实是来诈骗。警察查到几个外籍车手伫台北市犯案，有香港的、马来西亚的。经过调查，这嫌犯背后下个的诈骗集团可能是同一个。这些犯嫌多以观光名义入境，却受诈团指示协助提领赃款。这种诈骗的压榨钱，经过车手领出来了后，有不少利用加密货币来洗钱。刑事局有查到假投资的案件，20个受害者损失要700万，全部互转做是泰达币。辛苦了一辈子啊，然后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把我一些养老的部分啊，给小孩子的部分啊，都几乎都骗光光这样啊，非常非常的恶劣。辛苦钱去用骗了，互这个红线是无法度接受。不过好佳在，这个警方甲交易所合作，随甲钱冻结起来。那背后其中一个工程是甲金融犯罪调查专家陈梅辉有关系。伊在生的时阵就咧调查金流，才早一步发现有问题。跟这个链科交易所来合作，做一个异常交易通报啊。那他通报给我们刑事警察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里面的几个账户跟我们的诈骗有扯上关系，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查。这哄骗去的钱，就算这一届有成功捉回来，不过警方无排除专案，还有其他的受害者，都惊损失的钱已经捉袂回来。即马诈骗是世界赢赢杯，9月份的财务损失都有67亿外，其中以假投资损失的金额占上济。记者综合报道。
彰化市丹宁路变啊休克日啊，这人甲车拢会真多，而且今年设计展办伫咧彰化，也带动观光。市公所即阵就伫咧丹宁路试办过路人的优先区，驾驶的时速袂使超过20公里，嘛袂使骑喇叭。车路边放塑胶笋、涂骹有彩绘砖塔。彰化市丹宁路因为我彰化火车头附近也有真侪卖食的店头摊，便若休困日人拢可出入。市公所特别伫遮试办行人优先区的计划，有店头家真认同，嘛有民众感觉，若是会当管制车辆出入，会愈安全。对行的人、遮做生意的人，加减拢有提升甲帮助。就是增添活泼的部分，然后反正骑车也会注意。所以我都我是中华的特色，看表演、看人、看迄排队，安尼可能无车较好安尼。彰化市公所表示，这条丹宁路若伫假日时啊，人潮甲车流量变多，显示车甲过路人拢有需求。公所整合内政部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选伫丹宁路做行人优先示范区，嘛邀请民众同齐参与车路的改善。车载的速度会影响到行人伫遮行路的安全，所以我想要参加这个计划，把这路变甲较适合民众伫遮踮街行路。设置街道家具，希望可以减少车辆的速度，然后达到那个行人优先区，让车子跟行人都会使正常的入摆。公所指出，伫行人优先区内底，车辆时速袂当超过20公里，嘛袂使骑喇叭，爱先让过路人行。这个计划按算会试办到这个月26，嘛会甲试办落来意见，得做日后推行优先车路的参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间独立册店，伫咧双十连假办台语市集的活动，邀请家长带囡仔来摆搭做头家，卖物件要含人客搬暖，就爱讲台语。即个的时阵，这是节日，对不对？你得讲3个节日的名，3个哦。大家有会关注结合游戏方式，互弄关的囡仔来练习表达台语。嘉义市一间独立册店伫双十节连续假期举办台语的二手市集，邀请家长带囡仔来做头家，增加用台语来表达的机会。咱家己要去做采买的时阵，要来甲头家问，互伊迄个角色来对换的时阵，互伊慢慢来体验看卖咧。浸染伫台语的空间内底，变做因会使足自然而然的讲台语，学习台语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体验。除了囡仔来做头家卖物件以外，现场有独立音乐的歌手吴志玲，向大家来分享伊台语的音乐。主办单位表示，透过活动的方式，互亲自使用台语的环境，会当甲生活来结合，互台语的学习带来更较好的效果。咱来看台湾的足侪华语的活动，拢足多元的，足好耍的，深熟。但是咱台语的推测内底，拢一直在讲课，讲册，讲理念，是毋是会当有一寡较趣味的办法？鼓舞囡仔一句罔讲，两句罔学。主办单位讲，透过摆档的方式，增加囡仔使用台语的机会，嘛希望为这当中，互参与的大人甲囡仔，会当透过二手市集的活动，会当伫拿耍拿体验的过程，学习小绿甲环保的理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南投清北溪寿天宫地亚宫的进香旗，和县府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为着要传承文化，寿天宫办台语学堂，介绍进香的文化，要培养导览的志工，也要和民众认捌传统民俗。学员讲，三通过不少人拢是头摆体验，这是南投民间的寿天宫举办的进香旗文化全台语学堂。连续2天的课程，除了讲到林松文甲清北溪的关系，清北溪进香文化等等，也有实际操作。亲像冬义堂武术甲赛阵，举办团文化才会体验。1、2、3，安尼就好啊。伫遐强桥强甲实在是足辛苦的，我才知影即马桥班真是辛苦。写一寡甲咱台湾文化、甲咱的历史有关的一本册，我就想要甲这种基心啊、道术、法术有关的这样文化，拢写出来。咱林松文伫咱清北溪发生什么代志？因为伫咱清北溪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点哦。为18世纪来讲，过来19世纪，过境脉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寿天宫表示，照传统，无论是念书文、礼仪停税进行，拢爱讲台语。不过，即马有一寡进香团煞是讲华语，因此即个活动特别要求，无论是讲师也是学员，拢爱用台语来深化甲进香旗民俗文化相关的知识。
即届即个活动内底，伊感觉有兴趣，未来嘛会使落去煽动着即个南投县的即种顶头文化的传承。用华语来讲，迄个氛围、迄个气氛甲感觉完全拢无共款去。咱嘛用着大部分人用台语来对即个文化资产来做探讨。除了即届光大桥甲爬山通过，经济体课程嘛有办冬季大练班、手桥班这体验。寿天宫强调，透过课程也希望未来文化志工拢会当用台语。伫正休期间，为信徒做文化资产导览的服务。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宜兰台湾去年伫咧棒球12强赛摕冠军做主题的电影《绝色》，今仔日开始拍片。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也特别甲国家队的球衫交予2位主要演员。把12强拍成电影，那电影跟这个纪录片就不大一样。我知道纪录片是在今年年底就会上市了哈，所以电影的重点在从这个故事演绎到底对台湾社会、对人的每一个人的内心，它有什么激励作用，它有什么启发作用。今仔日伫咧台北大巨蛋举办记者会，包括演总教练、战河区演员王淑贤，佮有演领队角色的洪小刚做代表来接受国家队球衫，强调因会全力拍拼。若这出电影按算伫咧明年后早开始放送，制作团队希望讲会当互大家搁再重新感受到团结和骄傲。继续关心体育消息，中华职棒季后赛第3战，乐天桃园对着统一狮，头前4局就抢到8分，落尾是9分比3分拍赢，迄个赛也变2-2无输赢，要继续拼下暗的第5战，争取晋级台湾大赛。真的是滚地球，完了！哇哦！虽然裁判一开始判出局，不过尾经过定步改判安全上队，乐天桃园也顺利转来摕到这场比赛第1分。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第3战，统一伫咧高雄定庆湖球场对乐天，第3局桃园靠对手2变胜5，一个林子辉的2分打点安打3-0领先。这个半局的失误让狮子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桃园伫第4局顶半局火着拢无停，第3队有人的时阵，林振华这记安打搁再摕1分，所落来林子辉搁要替乐天扩大领先分。还是被送到了右半边的位置，这个落点看起来是站在桃园队这一边的。林子伟又补了1支安打。桃园伫咧前段打击大爆发，摕到6-1大幅度领先，也甲统一狮先发投手蒙德兹拍下退场，因那狮队的打者攻势无法度集中，拢伫咧后壁立，上尾3-9输球，季后挑战赛被立到2胜2败平手。今年季后挑战赛前3战总入场的人数42226人，创挑战赛史上上最纪录。13项决胜的第5战，乐天桃园要派杨投补赛乐先发，统一狮是要派下半季状况正好的本土投手吴志伟先发，要拼晋级台湾大赛。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仔，最后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8度到35度，中部地区28度到34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28度到34度。华岛地区28度到32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